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仅跟随主，我们更乐意在神的面前决志，因为我们跟随主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分。在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十字架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学习跟随主，让我们跟着主走那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有许多的苦痛，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会带来极大的转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更大的丰富的恩典。我们相信，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定睛仰望神。求主你将这份定睛的目标以及意向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在生命当中时时刻刻颂赞主的作为，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神你敬忠的仆人。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神，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一起来做关怀有需要在灵魂需要得救的人身上，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也愿主你圣灵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我们来看哈，我们的新家人关怀学校快结束了哈，终于快结束了，真的感谢主。我觉得牧师从这本书当中哈，甚至从神的话语当中也学到很多，特别在我们的牧养神的羊群里面哈，有许多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实践的部分哈，真的要透过一些归纳了哈，生命的归纳哈，我们会更了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27页，好，要成为新家人的代祷者。好，我们这个部分哈，都是在讲的是关怀事工的原则。所以我们先翻到24页哈，我们复习一下几个大方向。关怀同工的心，对不对？他从心到第2点态度，好，然后讲到第3大点，好，我们要怎么样在聆听，好，态度哈，有些时候我们想说态度哈，不仅是有礼貌，然后我们做该做的事，可是问题是哈，我们有没有去听到人的声音呢？那牧师看到觉得说，有些时候我们在关怀人哈，我们并没有真正去听到人内心里面的需要。好，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怎么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好，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对人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到别人心中的声音、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带给他。那后面呢？我们接下来，我们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大部分都是从我们个人的态度，到我们懂得聆听，到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这个很重要，要成为新家人的代祷者。好，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提摩太前书2章。好，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7节哈。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你们的标题，我们的圣经标题写的是什么？青天老师，你的第2章，当代在位的人祷告。好，当为那个在位的人祷告，对不对？好，我这边是对敬拜的指示，好，这个我觉得还好，不是那么的清楚，好，但是我觉得他这里有些人他是讲到是最主要，他是在讲的是我们做主的工人要借着祷告来维持敬虔的心呐。好，那我觉得这个主题，我觉得蛮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新家人的代祷者，我们做神的服侍者、工人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来维持我们跟神那个敬虔的关系所以很重要。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什么？要为万人恳求。”好，祷告、代求，还有祝谢。好，那这里讲到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第4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这个我就是这个保罗嘛哈，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好，这里我们谈到几个重点哈。第一个，他提醒我们哈，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为万人祷告了。好，咱的信用哈。服侍主的工人也好，服侍人也好哈，关怀人也好哈，都是要以祷告做优先的。不管这个人哈，你多了解伊，咱之前看的部分拢做讲到做这，你要怎么认识这一个人，怎么聆听这一个人，怎么知道他的心？我觉得哈，倒不如你好好为他祷告。好，所以第一个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祝福、祝福。好，什么是祝福？咱吼。这个我头拄咧讲到讲，咱若有这兄弟吼，有个人伊的环境、伊的家境、伊的工作，他的环境是比我们还要顺利的。他如果来到你的面前，你觉得我们怎么关心他？咱会当要哪个关心？会当甲祝福嘛，对不？所以我讲，就算伊是一个头家，就算伊是一个企业家，咱嘛会当安怎？咱买当为伊祝福基督，好，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说，第2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吼拄仔讲到吼，其实就是讲吼，咱伫教会内底，咱最简单咧，咱会当为着什么人祈祷？哈，会使为着牧师祈祷袂？会使无？会使嘛？但是有真侪人伊唔知影会当为牧师祈祷哦，因认为讲牧师是比伊更较属灵啊，认为讲牧师做好祈祷的，唔免我为伊祈祷啦。实际上我觉得啦，牧者是最需要祷告的，甚至呢，连我们长职在座的长职同工，还有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同工，我们都要为他祷告。所以呢，这里讲到第一个优先的是万人，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要好好为他们祷告的。若没有信徒，没有又透过祷告，人就不容易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独一真神了。所以呢，他后面讲到说什么？如果你哪一当为着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你哪是安尼为因祈祷，你就是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有看过有的人伊常常拢袂爱为着人祈祷的人你会发觉伊的生命常常是充满着侪啥埋怨、忧愁，甚至呢有侪迄个重担。但是你也看到一个人，伊做爱祈祷他很爱祷告，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当中即使充满了很多困难，像譬如说满族姐，我们最熟悉的满族姐妹，有没有？她的疾病她身上所遇到的苦痛真的比我们还要多。如果按照身体的生理疾病来看的话，我觉得她所经历的真的是比我们还痛。可是呢，她有没有充满笑容？有没有充满感恩？有，因为她是透过祷告在度日的。她时常为很多人在祷告，所以我时常觉得说，一个有在祷告的人，他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可是一个没有在祷告的人，那就有差别那是看得出来的好，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时常为这些人祷告。第3节他说什么？他说，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悦纳。第3节不是我看错。第3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呢，为
咱的祈祷若是干那拢为着咱家己的祈祷，咱袂去为别人祈祷。好，我们现在是在看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好，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是。嘿嘿。拢为别人祈祷，对。袂使啊，我感觉真好啊，因为常常伊会晓为着别人祈祷，代表伊已经经过去，一定定定咧为着家己祈祷。但是我感觉一个基督徒一定爱慢慢啊、豆豆跳脱这种的概念。我感觉这真好，就是讲圣经内面按照圣经内面所讲，保罗伊想提醒咱吼，咱爱常常去了解讲，上帝互保罗的恩典，就是因为伊过去伊袂去想着别人，但是伊即马开始会晓去想起别人，想起别人的生命的需要，所以伊会特别要求咱，吼，咱要做主的工人吼，无论提摩太也好，对咱家己咱要做主的工人也好，咱着爱会晓为人祈祷啦。所以我感觉吼，做上帝的工吼，服侍主的人吼，咱毋免去想讲要安怎做，较得主欢喜啦。咱只要学习先做啥，做一个带导者，好。所以教会咱就要做中保带导，很重要哦。那忙小看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它会为人带来很多福音的果效哦。好，所以圣经内面讲什么？第三节讲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所以如果咱来当为别人祝福祈祷，会当得主的欢喜甲甘乐，安尼咱敢要做？爱做啊，了解无？吼，咱更加爱做啊。吼，为人祈祷是最重要的代志，为人代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我在家庭，好，譬如讲，咱即马咱的家庭内底有人还未信主，像牧师娘伊的妈妈，吼，阮的家庭嘛是有人还未信主啊，我嘛得爱常常为着因来祈祷，吼。祷告是第一优先啊，传福音是行动，但是祷告是必要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来学习哈。那他后面有特别讲到一个呢，他说第4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来，恁感觉为什么伊要讲这个代志？像那保罗伊要特别讲安尼代志，伊期待是万人拢得救哦。恁看我这吼，如果咱是得救的人，我们是得救的。可是如果我们不会去为别人祷告，甚至也不希望说我们心里期待别人得救，可是我们却很少用祷告去经历。让他认识神，或者是从祷告去看见神，或者是经历祷告所带来的果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位信仰。意思就是讲，伊咧讲起讲，神敢若一个啦，中保嘛，信心嘛敢若一个啦，上帝敢若一个。啊，如果你若无去甲伊传福音，你若无去为伊祝福祈祷，互伊的生命无法度得到这个福音，安尼，这个大吼，我感觉这个罪甲大吼，就会伫伊的心上啦。啊，所以我就咧想着讲吼，哎呦，这敢若足严重的代志呢。因为有的人伊信的信，伊毋是信咱的信啦，对无？对无？啊，所以啊，咱要传福音，咱爱祈祷无？爱无？我即摆咧讲的，毋是讲传福音无重要，我即摆咧讲的是讲，咱要传福音爱用什么工具啦。所以伫遮我体会着讲，保罗伊咧讲起的。祷告对一个做主的工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好，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做人的基督耶稣。啊，伊就讲哦，伊讲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注意哦，你来看第6节咯，后边伊安怎讲呢？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来，什么代志？这事是什么？这项代志是啥？
你认为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事是什么？我认为这事，这样代志哈，就是我们去传主的道了。你有看到第7节无？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假如我们在传主的道上面，我们没有在传，我们不传道，我们也不在祷告当中去让人经历神的真理。注意哦，祷告很重要哦。祷告实际上它也有传道的作用哦。这个在几天后有一个姊妹暗时打电话给牧师，甲牧师问一寡代志，讲看牧师的看法是啥。我也讲的了，我最后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在寻求神的真理，让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你觉得信主的福音信这个福音有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会不会？智慧跟能力会不会有？会不会？会嘛？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在祷告或者是认识神的真理当中，去看见那个能力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祝福？我今天在讲的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角度啦，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来了解神的话，而是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去看到底保罗他教导我们怎么去透过祷告，为什么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你们在祷告可以带来什么作用？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礼拜天牧师讲说，耶稣希望他的殿是祷告的殿啊，为什么要祷告啊？为什么要祷告？你应该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咱要祈祷？为什么？今天老师，你感觉为什么咱爱祈祷？觉得很难的，我最近都在学这个东西。很难。那课程嘛，什么第4课我要写祈祷，我最近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对。就是我全都定了我今年的目标，在学习怎么祷告，因为我一直看这个，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祷告。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们到底要祷告什么？对啊，我也在想，他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还有就是，他说我们原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话，对叹息。然后耶稣也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我看伊祷告那用那艺术就是，那个替我们辩护，在替我们。对啊，那个字，叫我在看这个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并不是那个字，所以我在想，这到底是有什么区别的？我们自己祷告，或者帮人家祷告，或者是我们在祷告，到底在祷告什么呢？刚刚毛长老他有讲到一个，他说有人他是已经进到一个他不会再为自己祷告，他已经进到是为别人祷告。我就说他以前绝对会是为自己祷告的人，因为他经历过从祷告里面看见自己生命的改变。了解我的意思吧？好，譬如说，我不是说不用为自己祷告哦，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心中，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神都已经为他预备，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时时刻刻都是透过祷告在与神建立关系啊，他还是会继续为他自己祷告。像我平常时我去经历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从我的孩子从我前阵子不是说牧师不是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祷告，晚上一起祷告，你知道吗？我最近因为太忙我都忽略了，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生活作息不太一样，乱了，我晚上都没有再带他们祷告。你知道吗？孩子他开始行为开始有一些偏差，在祷告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面你看礼拜日我在带基督，泽恩他开始在那边跟弟弟里啊圣。虽然我在祷告，可是我感觉得到，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所以后来我就去警觉到说，哇，其实祷告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不容易理解，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学习从
这一些长者他们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学习去看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习去操练。好，虽然牧师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告诉，就像你讲的，圣灵他会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好，为我们在代求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也会认为，我不一定要祷告，我不需要，我们圣经就是这样讲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你是爱主的人，你用这种心态去看待圣经节这一段话的话，我觉得不完全，因为圣灵他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说不出来的偷窥，那是一种艰苦的过程。一个人他进到一种，他真的怎么做，他就怎么爱主，他都什么都做了，可是他就是这么痛苦。我那来熟客约伯啊，你觉得约伯他爱不爱上帝？他爱上帝啊，可是他也经历，我相信他也时常在跟神对话、讲话，就像祷告一样。可是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过去怎么样？风闻有你，今天怎么样？亲眼见你。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跟大家讲什么样的祷告方式，不管是禁食的还是什么祷告方式才是祷告，我不会这么讲。可是我会希望大家一定要去透过祷告去经历神，就这么简单。好，去经历神。哎，咱提醒啊，肯定上帝的主权。对。你看，最啊说，嘛是透过祈祷。最啊说，我来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哦，愿你的名为圣。这头头啊，就是个直直讲提醒啊。对。啊，落来时就开始为什么要祈祷？是。所以哦，你若不时时哦，啊，将主权哦，照上帝的话，有时哦，咱来都疏去啊，啊，毋知迄落袂输讲我的意思是讲，来祈祷时就是讲，他开始都主权哦，交上帝啊，一贯甲咱提醒，就是咱所敬拜哦，都是又真又好的神。所以实质上，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上帝。好，那祷告的方式怎么祷告？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每一个人跟神的感触、跟了解、跟那个关系是不同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你们觉得这个是第7节第6节的后面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他耶稣嘛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其实为人祷告，其实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情？注意为别人祈祷啊，为自己祈祷也好，都是为了做什么事情？来，咱今晚来想看嘛，为人祈祷是咧为什么代志？子安，你说什么？祝福，祝什么福啊？什么祝福啊？让他赚大钱吗？哎，我们要想的是祝什么祝福啊？为什么要为别人祷告？祷告的重点是为了什么？哎，是重点。咱咧为人祈祷啦伊甲亲身甲讲啦伊讲你敢知影伊家己讲咧祈祷？你为人祈祷，伊本身伊讲咧祈祷，你足重要啊！你敢若要靠别人为你祈祷？你家己本身你都无迄个信心，你家己都无咧祈祷，你是要？我的意思是讲，咱即马咧祈祷的，咱即马来回归到咱咧讲的迄个重点来讲，咱为人祈祷咱咧为人祈祷是咧祈祷啥物？你的信心嘛，咱知影祈祷要有信心嘛，咱对上帝的信心嘛，主权交予上帝嘛，对无？但是我即摆要问你你祈祷的重点是啥？当然，咱一定爱为人祈祷啊！但是你本身家己就分段祈祷咧，你无我感觉迄个部分，迄另外一个议题啦我是讲，咱即摆来想看觅，恁感觉讲咱祈祷的重点，这段圣经在伊咧讲啥物？保罗伊咧讲的啥？伊啥喏？伊后壁伊会当讲到第7节讲，我为着这项代志，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伊这种祈祷就是关于救人嘛，对啦，对无？
好，所以咱会记得哦，咱回到这里哦，新家人的带导者，我们要为新家人做带导者。咱知影，咱要带领新家人，不是简单，咱之前讲什么交代啦，要安怎看伊好啦，了解伊啦，我感觉迄拢已经是更后面的了。最主要是我们要时常为他祷告。所以他第一点他说什么？我们要每天为他祷告。每一天，像我刚才最近我来讲，我的囡仔我就要操练，食饭一定要记得。囡仔最容易袂记哩哦，因为只要去学校了学校同学因无咧，大家欢欢喜喜，他们很容易忘记吃饭要祷告。你若唔相信有孙的你等伊来看卖，但是无一定，我唔是讲所有拢安尼，但是我看见我的囡仔有这个应用。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每天要祷告，让我们的孩子训练培养，所以包含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啊。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常常用祷告这句话放在嘴边？我觉得学习啦，我觉得操练我们自己学习啊。像我就很喜欢这个赎会长老，他时常会说一句话，什么代志？藏伫基督中。这句话我感觉你若认真去想起来，你讲对咧。一个人伊啥哪有法度通常定讲这句话？代表伊是一个啥？他是一个常常把很多事情放在祷告中的人，他会很习惯。所以一个人会习惯，伊自然伊讲的话嘛会无同款。所以这个像王长你讲的，你要去为人祝福基督，你爱想讲你敢有真做一个会晓基督的人。所以我咧讲的同款啊，咱基督徒嘛同款，我做牧师的嘛是同款啊。我虽然嘴拢做好讲啊，但是我是不是常常看到教会大细项事有困难的时阵，我是不是重新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用基督来经历上帝要甲我讲的话，这最重要。所以第二项第二点最重要就是爱同心合意的基督。所以伫遮咱爱想讲当一个人伊有需要的时阵。当一个人伊有欠缺的时阵，但是我甲你讲，伊本身就是有拜偶像，伊就有其他互伊会受影响的代志。请问，唯一的什么人会当解救？我佮讲一摆咱头拄咧看这段圣经节伊有讲到第几节？第4节有无？第5节嘛拍摄我目睭第5节只有一位神啊。这位神佫是安怎？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我要问各位：假如我们要带领的人，我们没有透过祷告，我们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觉得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牧养，你觉得会有帮助吗？有限，我觉得一定会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新天老师、为我们的这些同工来祷告。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是门徒造就呢，是陪伴呢，是传神的道哎。我要告诉各位，新天老师一定感触非常深。每一个人他所领受神的道都怎么样？不一样。而且他会感触得到看见每一个人，他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每一个人可以把神的话听进去，完全都怎么样？不同。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同工，一定要透过祷告，操练祷告，为别人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之外，我们还要透过祷告来让他经历神。所以包含我们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家人要做带领的工作。我觉得除了看神的话、看圣经，我觉得要一起祷告很重要。一起祷告很重要。我若常常有当时看牧师娘冤家冤家了，我一定是安怎？我牧师娘来，咱来祈祷。祈祷是做好的，会当认罪悔改的，就好，就会说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他就会敞开。我现在分享的就是说，你要让一个人敞开，除了用你的智慧。这些智慧有些时候是非常有限的，是唯有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说，神会让你更加的柔顺、谦卑，然后让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让我们去经历神，
也让对方，让我们所带领的人去经历神。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第3点要成为新家人的代祷者。第3点，我们就是要把新家人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怎么样？为他祷告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假设我们关心新家人常常你用你的智慧，你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过去这是我的经验这是真实的经验我以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还有从我的家人，从我以前的经验，我发现足够可以带领青少年。可是我后来发现青少年所发生的问题是他跟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原生家庭的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知识是有限的，外地学是有限的。我后来发现，当我愿意想要牧养他、带领他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真的很不足。除了我告诉他神的话可以帮助他，可是问题是他根本就不会想要看。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新天老师，你拢知影圣经做好，但是你嘛有法度去人解说，但是人伊若无连听拢无要甲你听我请问你，主的话要安怎解祝福？我问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咱基督徒是不讲来，我带你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安怎讲，我跟你讲。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连听都不想听你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告诉他，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祈祷，我带你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这种话语要开始出来。因为祷告，唯有祷告让神来亲自做工。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唯有你这样去经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的事，就是把新家人的这些可能他生命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那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智慧的。好，那我们再翻过来翻过来，最后他说到一个第5点，我觉得我们放在下个礼拜牧师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有讲到禁食祷告的部分。那我觉得禁食祷告也是另外一个议题这个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到呢？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第4点，要聆听上帝对新家人的劝勉。你觉得对一个人做劝勉的话每一个人他都会针对你跟他的关系做评判我对青少年讲的，甲校长你对青少年讲的，青少年有当时较愿意要听迄啥，跟伊有关系，甚至跟伊较熟悉的人，了解无？但是若平今仔日若拄好这个人，伊做需要，拄着你，伊若无法当听你的话，要安怎办？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帮助，透过祷告，来让这位新家人去聆听到上帝对他的劝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刚刚会提到第6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为别人祷告的代价，为他祷告，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坚固。牧师在牧会牧养每一个信徒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人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觉得牧师都是只能够透过大小声或者跟他讲道理吗？不可能你知道吗？如果他是一个讲话很凶、很狠、很有道理的人，你再怎么样跟他讲道理，他都有办法跟你反驳了。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用祷告带领他，让神亲自来对他说话。我曾经对那种很有头脑，然后讲话很有概念、很有逻辑的人，最后我只有一句话：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求主帮助你。我做的都有限，但上帝所做的是无限的。你们觉得上帝做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咱人拢是有限的嘛，但是上帝做的是啥无限的，是咱连今仔要想有，但是你嘛想袂到的。
所以我觉得哈，圣经里面讲的很对，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是使无变有的神啊，好，是使死复活的神啊。所以哈，我觉得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的信心要从我们跟神的关系，从神的话语去经历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所以祈祷有溃烂甲无溃烂在地，你安怎看上帝的话？你有咧灵修，你有咧祈祷无？你有咧敲揣上帝的心意无？这最重要啦，吼。所以我想这是咱今仔日所看的这个部分的重点啦，吼，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代祷者，好，那代祷者也是牧师很期待我们大桥教会未来教会做任何的工作，我们都需要一群时常在做祷告的勇士，好，包含我们自己做主的工，我们都要时常做祷告，透过祷告来经历神所要赏赐的智慧跟恩赐。好，我们不是透过自己的才能，也不是因为你信，也不是因为你愿意就够了。好，只有你透过祷告，委身下来，好好的花时间，好与神亲近，好，这才是我们做主的工人应该要有的哈。所以今天这一段话呢，也是牧师一开始有说到这个重点哈，就是说做主的工人一定要借着祷告去维持一个敬虔的生命关系啦哈。好，所以他讲到第二节，第一节他说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个以家的供的是供，我们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你想看看哈，假设一间教会信徒他们不是透过祷告在为了牧者、为了长子团队在祷告，在寻求神的心意，你觉得一间教会，这间教会会不会复兴？会不会？我再问一次哈，我再讲一次。无错，即咱我相信全世界拢讲教会啦吼，拢有咧时常每一工拢为着迄个俄乌战争咧祈祷对不对？这一定有咧，因为咱世界人啥物人要战争，战争就带来了灾难。啊，结果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宗，伊最近讲叫迄个乌克兰自排斥，排斥投降对啦吼。啊个以后乌克兰那边咧，就我人家这就是结果了对，这是大家为伊结果讲结果了，就是叫伊自排斥投降。啊，你的问题，你的疑问，就为了这代志祈祷了最终啦吼，就是这个教宗迄落伫电视顶讲嘛讲，叫乌克兰自排斥，安尼举飞机投降，安尼就是结束这个战争，安尼，你看这敢是上帝意思啦？我感觉这我会当讲不予置评，但是咱若知影讲战争，这场战争的开始吼，其实毋是安尼啦。侵略者呢，俄罗斯侵略者呢。对，所以咱爱知影讲这个主权甲公义的代志吼，是爱交由上帝来决定啦。吼，啊当然咱会当做只有会当为因祈祷啦。吼，真的是我们都是有限，我们真的很难去做什么评判。但是我头都有讲到，就是讲这个战争的开始是咱拢知影。吼，是对这个俄罗斯是先做开始嘛，吼，啊，所以到底这个问题要安怎来解决，这嘛是由因家己的人民、甲国家的人，吼，因家己去甲上帝，去甲上帝吼，当头对面啦。我觉得啦，吼，啊，在世上的角度，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民主问题嘛。无啦，这教宗伊做这个讲，伫电视发表这意思哦，这伊可袂使代替上帝的意思，就是安尼讲，叫人要严排斥。所以啊，我讲这干来咱交互上帝来做评断。对啊。阮乱来这个。好，来针对针对这个祈祷的部分，我感觉咱爱当心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啦吼。无论为着战争中的人民，还是讲咱家己的教会，我感觉讲一间教会，咱爱要安怎来起做一个祈祷的殿啦吼。信徒同工逐项事，咱学习用祈祷，透过祈祷来敲揣人捌上帝的心意。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工作啦。吼，啊，
我感觉讲毋是，我的意思毋是咧讲吼，咱透过祈祷讲啊，咱来祈祷看卖，看上帝要安怎甲咱讲，毋是咱咧像咧求神问卜迄种，毋是哦。好，但是我感觉讲，我们一定可以透过更多的祷告来了解明白上帝的心意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好好去从神的话语去明白更多的了解了哈。那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其实我从保罗身上，我其实了解到的是一个负担啊。保罗的负担就是他最后那一节所说的：“我为此奉差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好，所以要做外邦人的师傅。好，我感觉讲，咱来学习去教导咱的信徒。好，咱是有使命的人，咱就爱学习教导人，爱为人祈祷，为人祝福。好，我相信咱的信徒拢会当讲做更加臃肿的人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啦。哈。那如果我们把它提出来，牧师也可以回去私底下我可以再去好好研究寻求神的心意哈，看看神怎么去看待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啦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新天老师敢有？没哈，好，我们好好祷告去经历神啦哈，真的，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中，其实我的感受也是如此。祷告去经历神，这句话唯有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去建立。好，这个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唯有你透过更多的祷告，你才会经历到神所要对你说的。这部分真正这是无人会当做的代志。耶稣嘛是安尼，所以耶稣想到伊去西马尼园的时阵，有无？伊甲伊的门徒讲啥？恁着爱警醒祈祷，警醒哦。所以牧师嘛想看要甲咱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做主的工，再怎么样做都很好，你想怎么做也很好，但是唯有警醒祷告。好，做任何工作，只要你警醒祷告，尽心尽力的去为主做，我觉得神都喜悦。好，那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学习操练，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为别人祝福祷告的人。那也为我们教会。近期有来一位姐妹哈，叫陈于佑，陈于佑姐妹，她来2个礼拜，但是她这个礼拜，我觉得她也得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邀请，说，你可以去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那她也留下来了，然后她也开始慢慢学习敞开。我觉得我们要为我们这些新朋友，还有为丽华姐、黄丽华，还有陈明昌弟兄，为这些刚加入我们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不用我们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需要的羊群，我们唯有透过祷告，求主亲自来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这主的真道。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一起开口，我们同声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主啊，我们愿意传主的道，但我们更需要透过祷告学习操练我们与主你的关系，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在传主你的福音里面，道路上我们了解有许多的难处，不管是人的生命的问题，或者是人生命当中所需要经历背负的重担。我们都需要更多求神来亲自来预备，甚至为他们开道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的代祷者，让我们学习有负担的心，让我们学习有更多在内心当中为了别人所经历的苦痛，让我们愿意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来学习陪伴，来学习聆听，甚至学习来为他们祝福代祷。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用祷告作为祭坛的教会，让我们学习在祷告里面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委身与顺服。主啊，祷告的功课要成为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主，你教导我们要尊主为圣洁的主，但我们的生命更需要在神的面前，时常为需要的人来代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能够为别人祝福的代祷者。愿主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
让我们学习在做主你的工当中，我们学习透过祷告来经历神你所赏赐的能力跟祝福。我们也特别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在他们的服事工作领域上面，需要透过更多求主你圣灵的保守与带领。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今天学习祷告操练的功课，也让我们学习更多在关怀这些新家人朋友身上。我们需要时常为我们刚加入我们教会的鱼幼姐妹，让他们学习敞开的心，让他学习在他心里面有一颗愿意聆听主的道的声音，让他学习更准时在神你的面前来聆听主的道。也愿主你保守在丽华姐、明昌弟兄，在他们的产业，主你必定透过神你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更明白他们的生命的产业为的是要能够荣耀神，透过他们生命的产业也能够一生在他们接下来的生命道路上，恳求你做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保守他的心，让他能够学习的来认识主，更多的来放下自己过去的许多靠着自己的智慧所做的事，让他学习做一个敬畏主的人。我们相信我们要时常为这些弟兄姐妹来代祷，我们相信神你的能力就在我们祷告当中赐予在这些人的身上，让他们更明白神你的大能。谢谢主，我们再次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主你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以及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的工作。谢谢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我们同一时间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在接下来的新迦南关怀学校即将进入尾声那最后呢，我们未来我们也会再重新再规划，在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当中，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更多的祷告来预备我们礼拜三的活动那也请大家能够预备心，愿主赐福大家。